今日我哋講一講救世主。有好多朋友唔明我呢件衫救世主係咩意思，係咩原因去做出嚟嘅？首先要講返救世主呢幅畫先啦。大家可以去片。2017年11月16號，一幅油畫喺美國紐約嘅佳士得嗰度拍賣會上幾經競價，以4.5億美金即係29.57億人仔成交，創下咗藝術品拍賣會上最高價錢。畫中有一個長髮男人直視前方，3隻手指向上另一隻手托住個水晶球，就係呢幅救世主啦。畫嘅作者正係文藝復興時期大名鼎鼎全才嘅達芬奇，佢同埋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共名為意大利文藝三傑。當你哋睇完救世主條片之後睇返幅畫係咪有啲唔同啊？當然啦，本身救世主呢幅畫呢，佢嘅背景係黑色嘅。但我覺得救世主呢應該後邊係藍天白雲，佢嚟嘅時候係藍天白雲，係一個好好嘅風景過嚟，所以我將佢後邊改咗一啲背景，所以我哋要見到有希望，所以我救世主同有啲唔同。視頻開頭我哋提到呢幅價值4.5億嘅救世主係達芬奇1500年後嘅作品。關於呢幅畫最早嘅紀錄可以追溯到17世紀，當時由英國嘅揸飛人查爾斯一世收藏咗呢一幅由達芬奇所畫嘅救世主耶穌半身像。查爾斯一世俾人懟冧咗之後，就由查爾斯二世轉賣咗俾呢個白金公爵，而白金漢公爵嘅仔又喺1763年冇錢使嘅時候，又賣俾咗其他人。從此之後，呢幅畫銷聲匿跡。由於幅畫經歷過咁多時間，一次一次俾一啲不幸嘅畫蛇添足。譬如俾咗個9唔搭8嘅修復師佢認為達芬奇畫呢個耶穌唔夠氣勢無啦啦喺佢嘴上面整到個2撇雞，搞到蘇哥成個狡猾嘅油膩大叔成日蒲酒吧咁嘅死人樣。到咗1958年一個收藏家就將呢幅畫攞咗去賣咗45英鎊。到咗2005年，嗰個收藏家就將幅畫攞咗俾一個好出名嘅人去將佢修復，慢慢清理啲痕跡，將蘇哥變返本來嘅原貌，而再攞去俾呢個達芬奇研究專家馬丁坎普，佢經過仔細咁分析面部嘅輪廓線條手同埋啲髮線嘅表現，好肯定咁樣講呢個就係達芬奇嘅真跡。而其他專家亦都對馬丁嘅觀點非常之認同佢右手3個手指就係表現聖父、聖子同聖靈三位一體，就咁似加藤鷹嘅。而喺佢件衫右前胸口有一個深深嘅裂痕正正認證咗當時一個士兵攞啲長矛插穿蘇哥嘅心口，睇見痛。而我哋知道，當透過水晶球睇返對面嘅嘢嘅時候，一定會有啲物體嘅扭曲嘅，或者物體嘅變形。但係喺救世主呢幅畫入邊，水晶球嘅後邊係完全冇變形嘅。咁對於一個研究咗半世紀光學嘅達芬奇嚟講係唔可能犯下呢個錯誤㗎嘛。但係有人提出達芬奇咁樣做係為咗突出水晶球上面嘅3個白點。1989年，比利時天文考古學家保羅特就提出咗呢一個神奇嘅理論佢話埃及嘅3座金字塔正正對住咗獵戶座上邊3粒最亮嘅明星。喺古埃及人嘅心目中，獵戶座有住獨特嘅位置，佢係冥神奧西里斯嘅化身，係永生之地。而水晶球上呢3個白點會唔會係達芬奇喺度暗示神嘅國度，神就住喺嗰度呢？大家聽完呢個咁詳盡嘅救世主嘅說明嘅時候，依家知道呢件衫同埋呢幅畫係咩意思啦。我製作每一件衫都係有含義嘅，而呢幅救世主我係揾一個畫家幫我複刻出嚟嘅。我每一件衫都係我有我嘅故事，有我嘅設計理念。當然啦，救世主始終係達芬奇嘅作品，我哋只能複刻佢。既然佢報夢俾我聽嘅，咁我出一件關於佢嘅衫啦。點讚點關注分享出去整神 MBG。